今年刷假期一日结束，大人要上班烦恼艰苦，囡仔嘛烦恼。有一个囡仔也无想要面对这个现实，无也未收心的意思。啊，这个宜兰县政府就请这个妇幼警察队来陪这囡仔做去读册。一方面呢，会使加强巡逻保护囡仔安全；另外一方面，嘛希望讲提醒这个囡仔改变心情，迎接新的学期。女警员甲小朋友牵条咧，行过大路。 好，小心咯吼！好，拜拜。原本也个爱困，看到警察阿姨马上提出精神来，连假结束啊，新的学期希望小朋友会当平安去上课。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请来妇幼警察队，看小朋友过大路，一方面会当保护因的安全，嘛会当指挥交通；另外一方面，希望会当帮助小朋友赶紧收心，家长甲学校更加放心。觉得还不错哈。应该说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。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惠民措施啊，也让我们学校感觉到非常窝心，也非常暖心啊。警方嘛强调说，来开学了后，这上下课的时段拢会加强巡查校园的四周围，若是有需要，会使来校园内宣导交通安全，加强学童的危机意识。这款服务嘛，互民众感觉足安心。